好来，继续来看屏东一个机车的女骑士用一手来骑车，防检举是危险驾驶，罚款12000块，而且吊销驾照3个月。但是高雄另外一个男子，同款嘛是用一手来骑机车，嘛去用检举，但是法官认为无构成危险驾驶，所以撤销罚单。为什么同款的交通违规，煞有无同的结果呢？嘛，互真侪人想袂晓。屏东有一名女子骑机车，甲伊倒手插伫个外套落地内面，安尼一手控制机车的手环，被人翕来向警方检举危险驾驶，罚12000块，而且扣缴3个月。车主不服，要求撤销罚单，被屏东地院驳回，因为法官认为像安尼单手骑车真危险。我们的道路交通状况呢比较多变，如果说他一直单手骑乘机车的话，可能遇到路况有复杂的情况。有紧急情况没办法随时反应，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以及自身的道路安全。不过来看高雄去年有一名老姓男子单手机车被检举开罚，同款不服要求撤销罚单。桥头地院法官勘验检举影片，认为讲这名骑士虽然是一手机车，但是伊的车速稳定，维持直线行驶，歹认定有危险驾驶行为。加上法官认为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第43条立法的目的，是为着要阻止驾车做危害道路安全行为。老姓男子并不是驾车，因此允准撤销罚单。虽然两件经济但讲是同款的交通的违规案件，结果咧无相像。为着避免被罚，机车骑士也是唔通单手骑车上保险。